云林古坑绿色隧道果菜生产合作社号召着农民做伙来种这个产草，而且结合着在地优质的农产，推出着多元的产草的产品。 为着让民众会当食到在地优质的鲜草，云林县古坑乡绿色隧道果菜生产合作社，这几年拢会招农民同齐来种鲜草，卖定期举办推广的活动。我们有从自己种植，然后到成品，现在在市面上都在药局里面有一些通路在。 农粮署嘛讲，目前云林县种鲜草的面积有20多公顷。 目前配合政策，嘛推广予农民来种，同时加入产销证明，让鲜草有更加稳定的产销。配合农业政策之下，也参与了产销履历。后续我们更期望说，在整个仙草的在云林的栽培面积可以陆续增加。 这一遍鲜草推广的活动来到土库定举办，这无共款的料理变化，和民众体验食农教育，同齐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